同款是伫咧美国一个密西根湾沿海地区，拄啊去互飓风海伦爽转过，即马又有一个飓风米尔顿扫过去。虽然这个米尔顿咧登陆的时阵是已经降做3级的飓风，目前是继续咧减弱，不过也是带来正大的风雨。伫咧福州是有上百万人无电通好用，阁有盐水甲厝体废气等等的灾情。专家嘛警告讲，得要注意这灾情恐惊会个扩大。 米尔顿风台渐渐瓦近，不久谈拍市区的风雨真大，公路监视器和风渗甲海来海去。迈尔斯堡海堡的一间厝的游泳池因为海水倒桥来淹水，受到墨西哥湾海水温度升悬的影响，米尔顿的规模愈来愈大。无10点钟就对热带性风暴，一时间变做5级的风台。 对国际太空站翕的米尔顿风台的暴风范围非常大，而且结构真坚固。米尔顿车到登陆不久，中西墨西哥湾的西埃斯特基，风速是3级的风台。国家风台中心预测米尔顿会向东北方探过佛罗里达半岛出海。虽然强度有继续减弱的趋势，不过米尔顿透强风落大雨，专家预估讲会带来地灾性的雨量。 不久的州长也呼吁民众爱防灾。Stay put until the storm is past. If you are in Sarasota, Manatee, some of those areas where the eye of the storm is going, it may be where things calm down for a minute. Just understand that means you're in the eye. It's going to go back and get really nasty very soon. 2礼拜前，海伦风台才侵袭美国墨西哥湾沿海地区，强度甲落线真巨悬的米尔顿接力报道，州政府下令撤离200万人，并且部署防灾物资甲几6千名救援人力，另外阁有5万名的电力维修人员来提兵。美国总统拜登也打电话予不州的州长，承诺讲会予因物资甲协助。 也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Trump 散布海伦风台救灾的白贼话。President Trump has led this onslaught of lies. Assertions have been made that property is being confiscated. That's simply not true. They're saying people impacted by these storms will receive $750 in cash and no more. That is simply not true either. 过去1年半以来，墨西哥湾加入比海甲大西洋的海水温度已经近挖历史新高的纪录，致使风台的规模增大变强。米尔顿要被登陆进前，不久的迈尔斯堡在内的部分地区也想传出广烈的风灾，也若予米尔顿扫过古巴，也因大水成灾。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